好多花甲老友年年食補，日日做運動，依然夜夜瞓唔沉，成日頭暈關節痛、血壓時高時低，醫生檢查又查唔出嚴重毛病。今日陳伯講嘅真相，好多人從來唔識。問題根本唔出在藥材同體質，而係你每日瞓8個鐘嘅房間床位踩中3大煞氣。60歲之後，人體陽氣本就逐年減弱，長年瞓在煞位，等於日日被毒氣消耗元氣。今日教大家全部唔使花錢，淨係調動床鋪方位就能打散3重煞氣，睡得安穩，病痛大減，仲能替全家穩住平和氣場，庇佑仔女少阻滯，存得住錢。陳伯做風水幾十年，親眼見過無數長者因為床位擺錯飽受折磨，先同大家分享前年親自上門調理嘅真實個案。有位67歲嘅趙伯同老伴住舊式唐樓2房單位。趙伯自從滿60歲之後，睡眠一日差過一日，每晚躺床3、4個鐘先至瞓到半夜，成日驚醒。日間起身頭重腳輕，膝頭關節一轉天就痛到落唔到地，血壓長期偏高，成日心煩意亂，容易同老伴拌嘴。遠在外國經營雜貨店嘅大仔生意客源斷斷續續，每個月勉強收支平衡，存唔到半分積蓄。細女打工10年始終冇升職機會，兩公婆以為係年紀大退化，四處買滋補湯料，長期食降血壓藥，調理2年半毫無改善。後來透過街坊介紹揾我上門睇宅，一入趙伯間長者房，我即刻睇出3個致命問題。第一，張床鋪剛好擺喺天花板橫橫剛正下方，鋼體完整，壓住床頭同胸口位置。第二，衣櫃全身鏡直對床尾，夜晚反光直射瞓覺位置。即房間木門打開之後留一條直線衝向床頭，同時踩中病壓鏡衝，門衝3大床位煞。趙伯花甲之年氣場薄弱，每晚熟睡時毫無防備，承受3重地煞侵擾，體內陽氣持續耗散，自然各種慢性病痛反覆發作。家宅焦失作為根基之地，長者長期受煞，亦都牽連在外，子女自議財運阻滯。當時我同趙伯講，完全唔使裝修，唔使買任何風水擺件，只需要分3步調成床位，就能化解所有煞氣。第一步，將床整體向側邊移動3尺，鐵底離開上方橫牆覆蓋範圍，確好天花板冇任何向柱，壓着床頭、床身、床尾。第二步，轉動衣櫃方向，將鏡面轉向牆壁，夜晚睡覺時關上鏡面櫃門，避免反光直衝床鋪。第三步，將床鋪調至房內斜對門嘅位置，做到躺床上能看見門口，但氣流唔會一條直線衝向頭部。床頭緊貼厚實實牆形成靠山。趙伯同老伴聽足我嘅建議，當日晏午就移動好床鋪，唔使3日已經感受到變化。夜晚躺下唔使腰轉反側，半個鐘內就能安然入睡，半夜驚醒次數大幅減少。堅持2個月之後，趙伯頭暈症狀基本消失，膝頭關節疼痛發作次數減少7成，血壓長期維持平穩，心情舒暢，唔再動不動發脾氣。遠地個大仔雜貨店客源穩定增值，每個月都有剩餘積蓄。細女亦都得到主管賞識，順利升職加薪。兩公婆專程帶住水果登門，多謝我先至明白，原來一張床嘅擺放位置直接左右花甲長者晚年身體同全家運勢。好多老友同從前趙伯一樣，完全唔識分辨焦失3大床位煞。今日陳伯逐樣拆解每種煞氣嘅特徵，對長者嘅送愛零成本跳醒，化解方法全部落地乾貨。大家返屋企即刻對照自查。第一，從最傷長者元氣嘅煞氣，哚壓床煞。所謂哚壓床，即係房間天花板橫牆橫槓側柱吊頂凸起橫條，任何一節壓咗床頭、床身、床尾上方，都屬於犯煞。風水古話講定為天壓人熟睡時，心神放鬆無防備，長期在定下休息，毒氣會持續壓迫人體氣脈，
分3個位置對應唔同病痛。哚壓床頭專門擾亂腦部氣場。花甲長者容易頭痛頭暈，神經衰弱，多夢易醒，血壓起伏不定，壓床身胸口位置，會壓迫心肺氣脈，時常胸悶氣短，氣管敏感，情緒抑鬱，愛發脾氣。哚壓床尾壓住雙腿氣長，常年腳趾麻關，節風濕反覆，行動越來越不便，除開損傷自身健康。屋內長者受涼壓煞，困擾家宅根基氣場受壓，在外打拼嘅仔女容易遇小人阻礙，做事一波三折，難有積蓄。好多老友覺得單位細冇空間移床，其實唔需要大幅搬動，最根本解法就係調醒床位，遠離望柱覆蓋區域。但凡床鋪任何部位對上有凸起網條，最少移開1尺以上，鐵底脫離傍下範圍。萬一房間格局實在無法移位，零成本化解手段分2樣：第一，每晚睡覺前用厚實布連將焦柱完整遮蓋，阻隔下壓毒氣；第二，每日開啟房間暖光，台燈照亮望體，用光線沖散網上自流陰煞。千祈唔好放任望像簾壓住床鋪，捨不得移床，只會日日消耗晚年福氣。第二，重擾亂長者睡眠嘅煞氣。鏡子沖床煞，屋內任何帶反射面嘅物件，全身鏡、梳妝鏡、衣櫃鏡門、電視熒幕、金屬裝飾鏡，只要鏡面直對床頭、床身、床尾，都係鏡沖床煞。60歲以上長者心腎本就比年輕人虛弱，夜晚房間光線昏暗，半夢半醒之間，望到鏡中倒影，潛意識會產生驚嚇感，持續搞亂睡眠安穩氣場。長期落去出現失眠多夢、心神不寧、記性快速衰退，仲會放大屋內所有負面情緒，令家人容易產生口實事爭執。風水角度鏡子屬陰，夜晚會反射室內毒氣，重複衝向人體，慢慢耗損長者自身陽氣。好多家庭為咗方便，將衣櫃對住床擺，從來唔關鏡門，日日犯煞而不自知。化解呢個煞氣完全唔使花錢，最簡單就係轉動家居將鏡面對實牆，唔好對準任何睡眠區域。若衣櫃無法移動，每晚休息前用毛巾薄被單遮蓋鏡面，或者鐵底關合鏡面櫃門，梳妝起細鏡，可每日修進抽掉，唔好擺放於床鋪視線範圍之內。順帶提醒大家，長者房間千祈唔好擺大尺寸電視直對床尾，熒幕反光等同鏡子，同樣會觸發鏡沖煞，影響休息。第三，從阻斷家宅吉氣嘅煞氣。房門直衝床位煞，民間亦叫棺材煞，即係打開房門之後，一條不直氣流通道直接衝向床頭，床鋪剛好落在門口對出直線之上，無論床頭對門定床尾對門，都屬於犯門衝床煞。房門係全屋氣流進出位置，日夜有冷熱習氣直衝熟睡長者。夜晚人體陽氣收散體內，持續衝擊會令長者體內氣場紊亂，時常頭風鼻塞、風濕加重，半夜容易無緣無故驚醒，精神長期處於緊張狀態。同時門口進來嘅雜煞直接衝擊，招失安靜吉氣，導致家宅藏不住福氣。子女在外賭錢都容易各種意外耗散，存唔下積蓄。好多細單位空間有限，隨意將床擺在門對面，每日承受直衝煞氣。朝醒核心標準不用改門，只需要移動床鋪至房間斜角位置，達到堂座上能夠望見門口，但氣流唔會直線撞向頭部。床頭一定要緊靠一面完整實牆。風水講床頭有靠，代表晚年有意，根基穩固。同時避開窗戶，唔好將床頭貼窗擺。夜晚窗外寒氣雜氣會透過玻璃侵入過，加重長者體虛症狀。若房間實在無法遠離門口，零成本緩衝方法就係門口掛一塊薄布門簾，減緩直衝而來嘅急速氣流，打散單一直線毒煞。三大床位煞全部講解完，陳伯再同大家講一個上年調理過嘅林伯個案。林伯72歲，獨自住海外公寓細單位，間房空間冇閘，
床頭正對房門天花板，一道橫傍完整壓住床胸口衣櫃全身鏡直對床尾，三重煞氣同時揼架。林伯常年失眠，每日起身胸悶頭暈，類風濕，每個月都會發作。遠在本地狀元個仔，生意長期客源稀少，每個月收支勉強持平。我上門之後教佢唔使添置任何物件，分2日逐步移動床鋪，先將床往內側推離橫傍覆蓋範圍，再轉動衣櫃避開鏡衝，最後調至斜對門嘅靠山位置。調醒完1個月，林伯睡眠明顯安穩，胸悶頭暈次數逐減，關節痛發作間隔拉長，個仔嘅小店陸續多咗回頭客，每月都有穩定盈餘。好多老友會疑惑，點解調動床位唔使花錢，效果卻比買各類昂貴風水擺件更加明顯？風水核心講究床風聚氣，朝室係長者補充元氣、修復身體嘅核心空間，床後就係承接氣場嘅關鍵位置。若床位犯3重煞，就算擺再多銅葫蘆5帝錢，都會被持續沖散吉氣。只有先挪開煞氣根源，屋內先至能夠留住平和養生吉氣。60歲以上長者不同年輕人，年輕人氣場強，能夠抵擋輕微煞氣。花甲之年體內陽氣衰退一點點，毒煞積累落去，都會化作身體病痛。好多長者只顧住買各類滋補品調理身體，卻忽略每日8個鐘嘅睡眠氣場，本末倒置，永遠無法徹底改善體質。陳伯再同大家整理長者房床位黃金標準，全部零成本就能達成。第一，床頭必須緊貼完整實牆，做到背後有靠山，唔好貼窗，唔好留空隙揀空。第二，床鋪整體遠離天花板所有橫梁凸起吊頂，任何位置唔好被帳柱覆蓋。第三，房門唔好直衝床頭床尾，優先擺放於房內斜角，敞之可見門，但氣流不直撞。第四，房內所有鏡面電視熒幕唔好對準床鋪，夜晚遮蓋或轉向實牆。第五，床兩側預留窄通道，方便起夜走動，唔好一邊貼牆完全封閉，氣流輕微流通先能平衡陰陽。第六，床底清空，唔好堆滿舊衫雜物，雜物囤積會積聚陰毒氣，持續擾亂睡眠氣場。平時維護亦有幾個免費小習慣搭配床位，調理效果加倍。每日早上拉開窗簾採半個鐘陽光，替房間補充陽氣驅散濁氣。每晚睡前關閉所有鏡面，陰暗角落開一成細暖光燈，減少屋內陰氣積累。每半個月清理床底雜物，保持空間通透乾爽。千祈唔好長期關閉長者房門不透風，氣流停滯，容易囤積3重煞氣衍生嘅負面氣場。最後，陳伯同各位花甲老友講句真心實在嘅說話：晚年最大福分莫過於身體硬朗，夜夜安穩好眠，唔使時常跑醫院捱藥。而一張擺對位置嘅床就係免費嘅養生風水佈局，唔使動工，唔使花錢，只要花半個鐘調醒床位，就能打山避壓鏡衝、門衝3大，傷身煞氣一方面，自身元氣日日修復，頭痛、失眠、關節痛各種慢性病逐步減輕，精神飽滿舒暢。另一方面，長者房間氣場平和吉氣，聚集家宅根基穩固，在外打拼嘅仔女遠離小人阻礙，財運順水存得住積蓄。居家風水從來唔係虛幻玄學，只係順應天地陰陽氣流規律，照醒身邊每日接觸嘅居住格局。床位冇煞氣場安寧，長者自然少病痛，睡得安穩，全家運勢亦都跟住越住越興旺。從今日開始，大家即刻返屋企檢查長者房間床鋪位置，踩中任何一重煞氣都盡快移位調醒，堅持一段時間就能親身感受到睡眠同身體嘅明顯改善，安穩晚年庇佑子孫就從挑正一張床開始。